继续来讲，部分的大学生趁生活费，会来兼这个家教，或者是陪囡仔读册。有一个自称是台大的学生发文章讲，伊去应征着高中生的陪读，结果对方的家长开出来的薪水是3.500块，参上介基本的时薪拢无，互伊感觉是真无合理。这个议题嘛，伫网络顶引发讨论。大学生行到学校内底准备上课，若无上课，回来兼做家教，或者是陪伴囡仔读册来兼趁挂头发。不过，真正一位台大学生因陪伴囡仔读册，计小费感觉真无合理。这个台大学生伫咧网络顶铺文，讲家己兼陪伴高中生读册，不过看内容，除了逐礼拜日到拜五下晝9點到中昼12點，愛陪伴高中1年的學生讀國文、英文、數學，買教自然，3點鐘的費用是500。伊回講這無達到基本的薪水，對方的家長是講是陪伴囡仔讀冊，也免改教。後這個台大學生落尾決定不會改進。我是教的人，我不太行，我覺得有點太少。但是如果我是被教的人，我会觉得好便宜，我觉得有点好像不太尊重我的专业，感觉这个价格需要再讨论一下。应该还可以啦，因为就待在那边而已吧。不过家教陪囡仔读册行情，到底几点钟薪水爱偌济才合理？3个小时的话，应该也要1-2千了吧？1个小时都250起跳吧。网络顶毛民众讲到，无共考试、无共学校的家教，计上嘛无共款。根据家教网站的统计，陪囡仔读册1点钟薪水超400，家教是伫咧550到700之间。不管计数偌济，终归尾嘛是爱双方拢有共识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